来，乡亲啊，最近网络顶有一个影片，讲炖这个土豆加红枣会当防老花眼目，这无影啦。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 土豆含红枣伫鼎内底做滚做熟。最近这个影片伫网络顶悬真夯，讲是逐工对咧食就袂有亲像老花眼目、青光眼、高血压。先把花生米煮好，然后放大枣一起煮烂即可。讲敢若真诶咧，但是敢真诶？土豆含红枣敢有遐尼神奇？ 咱来访问中医师，看伊安怎讲。红枣它本身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补血的作用、缓和药性的作用。花生呢，其实我们要做落花生。以现代医学来讲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补充剂蛋白质这个补养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好。不过对于眼睛的帮助并不大。原来土豆含红枣对目睭、心血管无疗效。咱来中药店看卖咧，店长甲药材摕出来，甲咱讲有4种中药：枸杞、菊花、决明子、青桔，拢会当顾目睭。我们平常像夏天啊，就都可以当茶饮来用，或是你要煮汤。中医讲，枸杞会当对抗蓝光，菊花会当预防红目炎，决明子会当降眼压，青桔会当保护视神经。 民众来到中药行领取药方，记得带着医师开立的处方签，比较有保障。或者是可以请中药行开立他们调好的药方，像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杞菊地黄，就有滋肾明目的功效。但是中药师嘛提醒，中药主要嘛是用来保健。如果若是感觉无爽快，还是要看医生。网络顶悬假的影片，千万唔通看到就对咧买，小心身体无保着，颠倒影响到健康。